始，咱用虔诚的心来朝见上帝。我把安尼伫圣所条件你，为了爱，看你的宽容，甲你的严格，因为你的主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手盾要学了你。所来，咱要来吟圣诗305首。我的心情，你着唱歌；我的心情，你着唱歌学了。感谢主上帝，我的主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乐专用主上帝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阿妹，请坐。启用伫咱县市43篇，伫迄日你会讲，虽然你有对我生气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。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伊是我祖先的上帝，我要尊伊做大。再来，领会你属天的水，欢喜的水。伫迄日，恁会讲。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报扬，伊的名一定受尊崇。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阮即个代志遍传好奇的。住伫锡安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以色列神的上帝伫恁中间真伟大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大声阿乐感谢，嘛要往你来认罪悔改。阮伫生活中充满试探，有时用家己的血气，用家己的意思来行，面对困难、问题、麻烦、甲哪早的时阵，拢是用家己的方式甲经验来行，无用你的我的智慧来行，有时含没伫家己的网络中。阮知你甲阮伫地，你帮阮，你监察阮。阮伫罪恶中、黑暗中，你悠然甲阮伫地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主，你是荣耀的主，极盛的主，永远的君王。主啊，阮做甲无够，今日患难得性命的救赎，求你伫以色列民族的大慈爱甲大慈悲，嘛临到阮的世界、阮的土地。当阮用阮的旨来大声来学乐你的时阵，主求你的平安、你的祝福临到阮。阮的恳求、感谢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报告教会消息。第一大项，第一小项，本会临时选举和会中已经顺利选出22届，中了10名，名单是以下安尼：有连任的，大家家己看；新任的，我来报告：薛宝林长老、马国华长老、黄家斌长老。本会伫12月5号临时选举和会中，嘛顺利选出22届，执事25名，名单以下。旧的我无念，我念新的吼。第6礼拜伫本主日下晡3点至5点半，伫副堂举办，敬请学员准时参加。服侍当天伫下晡2点45。咧参加会前的祈祷会，下晡6点半举行结业就是毕业礼拜，邀请全体长老出席代表教会接纳，接受洗礼者，通好为了本会陪传会员。第3，本会颁发送2022年的咱油厂教会月历，主题是台湾100年教会艺术的水，敬请兄弟以一家每户1份每户1份，伫办公室签名领取。第4小项，本会今年的圣诞节活动如下：第1小项，12月19日
主日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，要接受洗礼、更新礼、小仪洗礼，请伫本主日进前往办公室来报名。若还未参加幸福小组，还是新生命讲座的，要一定爱上信用个别的课程1点钟。有报名洗礼者受洗当日上午9点半，爱伫3楼生活广场来集合。当日第2場甲第3場的礼拜联合聚會。第2小項，12月26日主日上午2場礼拜來舉行聖誕兒樂禮拜，佮是以教會聖歌隊來主唱。第3場的華語禮拜，嘛是伫敬拜中心裡邊照常聚會。第3小點，本會12月26日主日下晡3點至4點，伫咱教會主堂舉辦聖誕洗手愛無限關懷弱勢活動，這是甲咱市政府甲 TBBS 信望愛基金會合作，鼓勵咱的兄弟來奉獻，每戶500塊吼。信望愛基金會相對的補助500塊，伫這個活動吼。疫情期間，做伙來關懷有搶17里3、4級的送鄉的戶，每戶1000塊，是全年禮券加聖誕禮物，敬請兄弟做伙來響應甲大島。第2大項具體消息，第1項，合作社本主日第2場禮拜後，第3樓會議室召開理監事會議，請各位理監事來出席參加。第2小項，不動產的抵押擔保貸款利率1.8%，歡迎社員有意願的來往合作社來洽詢辦理。第3小項，敬請社員佇12月27號拜一進前來完成12月份的股金存款甲現款，以你年中的結算。第2小項，史上的消息，本會李丹仙女姊妹蒙主恩調安孝主懷，伫12月17號拜5，就是後禮拜5，上午9點，伫咱7日殯儀館英書堂用詩堂舉辦納棺個別加火化禮拜，上午12點20伫橄欖園舉行安葬禮拜，願主安慰遺族，敬請兄弟為遺族來代禱。迄天的上午8點15分，加上有備辦一台遊覽車要殯儀館的，請要參加的兄弟來往辦公室來登記。另外，請會員來交上座費。第3小項，又講幼稚園伫下主日就是後一個禮拜的主日，12月19號第2場禮拜了，伫地下室小會議室來召開董事會，敬請各位董事出席參加。第4小項時訊本會陳永生兄弟伊的第2個查甫陳偉豪兄弟甲陳乃麟姊妹佇111年，就是每年的元1月8號拜六上午10點，佇本會主堂舉辦結婚感恩禮拜，上午12點佇油廠的東方宴，佇後昌路迄邊舉辦喜宴，歡迎兄弟來觀禮。若要參加的，來12月18號進前來佇櫃台進前來登記甲人數，以利來備辦。願主賜福這對新人，
第五小项学青的社区，12月25号拜六下晡6点举办圣诞晚宴会甲圣诞福音餐会茶会，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。第三，教会消息，咱请牧师。咱教界消息的教导募款的餐会，伫明年的正月初二，要伫林皇宫的餐厅举办。每一个募款的餐会餐券一张1000块。请咱有负担的兄弟，咱今日主日进前，咱的办公室来请购吼。这个教导对咱高雄地区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组织。虽然毋是咱长老教会的组织，总是对咱整个的跨教派的事工嘛真有帮衬。牧师要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咱三甲用咱的行动，一张1000块的餐券来帮衬。请牧师。是的吼，我小可去补充一段说明吼，就是讲，咱后礼拜是要洗礼吼，第2堂吼，是伫敬拜中心的华语的礼拜，甲咱这边的华语礼拜吼联合做伙吼，且第2堂、第3堂可能也无啥知影吼，可能会叫迄边吼，小可去说明吼。另外一个就是咱有写吼，咱有一个周报内面有一个圣诞爱无限吼，这个里面吼。感谢主吼，因为 TVBS 的信望爱基金会吼，伊有欢喜伫即个疫情期间吼，望圣诞会当送听心到伫一寡生活较艰苦的人中间吼。咱邮箱咱这17日，咱拢有甲认领，拢总197号吼，3、4级的即个编号吼。兄弟，你若是奉献500块，即个信望爱基金会相对值吼，提供500块吼，就有1000块的全年礼券咱会邀请来这个所在，咱会送伊圣诞礼物关心的吼。迄天咱的市长吼特别因为呢来咱这个所在吼来关心吼，所以咱也有即款的感动吼迄个我无写着吼，迄个5倍券吼，咱用5倍券奉献嘛是会使吼，就是要关心即个500块关心即个需要吼感谢主吼，望透过咱。圣诞节吼，将主的听也分享给遐有需要的人吼，也为这代志祈祷，多谢。所来，咱来共读咱上帝赏赐咱智慧的圣经。伫圣经箴言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，白话语伫717页。台语汉语本伫694页，和合本伫770页。箴言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。恁来看，我来共读。箴言第3章第9节，着用你的财物，甲你的一切起头色的土产，尊敬耶和华。安尼，你的册仓要顶满满，你的酒库要有新酒满出来。咱请上年献歌队。
感谢上年献歌队用美好的歌声来阿乐上帝，讲到尊贵荣耀上帝，尊贵荣耀上帝，咱请王牧师。大牧师娘，各位兄弟大平安。今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，咱12月拢看到教会装塔圣诞节这灯火咱就知影圣诞节的日期要到啊。当咱要庆祝圣诞节的进前，咱拢备办欢喜的心，总是伫咱的心内，咱对上帝的态度。显出咱上帝伫咱生命的关度。今日咱通过尊贵荣耀上帝这个题目，学习咱怎样伫咱的行大行为生命中间，显出咱是敬畏上帝，咱是凡事用公主的。当咱要学习尊荣上帝之前，咱就要学习先敬畏上帝。当咱若无敬畏上帝，咱要尊荣咱的上帝，迄是无可能，因为连敬畏都无，怎样尊荣呢？所以，要上帝对伊竞选的百姓来讲，我的囝毋通袂记起我的教示，你的心着接受我的诫命。这个劝勉，亲像一个老爸对囝儿所讲的话。伊期待犹太百姓毋通袂记起上帝的教示，是啥物款的教示呢？就是毋通袂记上帝的吩咐。天父上帝就是予咱的律法，律法犹太人因叫陀拉。通过陀拉的教示，要予百姓明白律法的话，互伊时刻明白上帝的指示。上帝对百姓的教示，嘛是上帝对百姓的祝福。箴言第3章第2节，我因为遐个要久长的日子，长的岁寿甲平安，加添互你。所以，以箴言第3章第2节，你甲因讲着，上帝对咱的应允有平安甲长的岁寿，这是上帝要予咱的毋茫的祝福。上帝的律法毋茫咱会明白、会记牢的。咱通过信仰的教导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咱明白以外，咱也知影。所以箴言第3章第3节安尼讲：毋通互阻碍诚实离开你，着把你的颔棍刻伫你的身边。了解，伫咱的信仰中间，上帝毋茫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诚实，上帝的阻碍，绑伫咱的颔棍，刻伫咱身边，互咱时时刻刻记牢的。上帝的阻碍，上帝的诚实是怎样？你若去以色列因常常要将上帝的诚做因的提醒，因伫门徛顶悬有放一个壳仔，叫做经文号经文的壳仔，内底是放一段圣经的经文。所以因要入门，伊就看着迄经文壳仔。因若去靠墙祈祷的时，因会将经文壳仔，迄个一段经文，用迄壳仔绑伫这手的顶悬，然后搁一个壳仔绑伫两个木牌的中。
因安怎做，亲像是真言咧甲因讲诶，将上帝话伫你诶手手背，伫你诶两个目牌诶中。因所有的动作，拢要提醒因家己，毋通袂记起上帝之外，毋通袂记起上帝的律法。上帝吩咐咱，毋通弃杀忠实甲自爱。为什么特别上帝咧强调这两点？因为人甲人的斗阵，忠实，我甲你有忠实，我甲你也有契约，咱的迄契约，袂当凊彩任何一方来毁约，迄忠实。我甲你好朋友有人讲即个结拜吼，迄个关系就是一个契约。咱甲上帝关系，通过洗礼，互咱离上帝甲众人面前离迄个契约，迄个契约真要紧。翁仔某之间通过婚姻的约、誓约，迄嘛才做一个契约。特别咱今年年底、明年正月初一、甲正月初八，咱有3场的礼拜，拢是婚礼礼拜。每一场的婚礼礼拜，拢是即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要誓婚姻的约。人甲人中间，除了誓迄个誓约、迄个约的要紧以外，搁来是人甲人之间诚实。我讲话一就一，二就二，无含糊，诚实。人甲人中间诚实，是互人甲人之间一个信任的一个真要紧的基础。所以上帝毋望军队伊的人有忠实甲诚实伫咱的性命来展现出来，互咱正做信上帝一记号。上帝对咱忠实，上帝应允忠实，上帝要因为咱是罪人看轻咱。保罗安尼甲恁讲。罗马书第5章特别在讲，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，因为咱要去做罪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主耶稣疼咱，毋是讲咱已经愿意认罪悔改，伊疼咱。主为咱定世界，毋是讲咱愿意悔改咱性命改变某物人我看你性命改变我为你定世界。在这边讲，主伫咱去做罪人的时，伊已经疼咱，阿们。所以主的疼，毋是因为咱改变啥物，伊较决定要疼咱，那是伊先疼咱。所以咱看到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可能有某一个因素。迄个疼失去，直到迄个关系破裂。比如讲婚姻，因为安尼有人一方失去对方的疼，迄个婚姻无存在，对方无够有疼的存在，婚姻就继续袂落。可能会拄到放某放囝，爱放翁婿放囝。所以，另外这以咱的信仰中间，诚实是人甲人基本的斗阵的要紧的要素。咱信靠上帝，嘛用诚实面对上帝。所以，以咱礼拜中间，咱定讲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主，阿们。所以，以咱的信仰中间，上帝爱咱信靠伊的人，行伫正直。无半点虚假。讲到这点我感觉咱台湾人是这点我是一直学袂的。咱台湾人讲，哎哟，牧师
来阮兜坐啊！啊，都无影无离遮，我就真做无用诶。我叫我去恁兜坐，我知影你做无用诶。啊，来阮兜坐啊！我是要坐毋坐？所以有些客气话吼，坦白讲吼，客气过头。啊，所以咱看到啊，台湾人迄斗阵吼，你讲有林真明、林真美啊，咱想话有啦。不过有时阵吼，迄林真美以外，迄诚实有就有，无就无，啊，就无影有用。啊，同啊，你若讲人工牧师，你来阮兜坐，啊，我就知影。啊，真都无用，我就知影你真无用，啊，叫我去恁兜坐，啊，是要坐也毋坐。所以有时阵迄个拿捏，他们讲，即部分吼，有时我做丢丢，嘛袂晓，较袂晓拿捏讲安怎。所以另外这，李主对门徒的教示，伊讲是就是，毋是就毋是。所以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会当讲爱行伫光明磊落，无半点虚假。然后上帝吩咐咱，爱甲诚实、甲慈爱刻伫咱心内。上帝律法伫咱的内心，成做咱常常思考的一个思想。若思想，咱嘛通过咱的行达来显露出。咱是信上帝人，阿免。所以慈爱甲诚实显出咱是信上帝。华语的中文圣经讲：你这样做，上帝和人都喜欢你。台语圣经讲：安尼，你要伫上帝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定甲好名声。所以咱就知影，诚实甲慈爱是要互人对上帝甲人中间得到欢喜甲好名声，真要紧的源头。阿免。所以敬虔的行为就是慈爱甲诚实，这两个是上帝属性的代表之一。上帝看待咱一个软弱、充满罪性的人来讲，就上帝看咱是无值得上帝听咱。咱的行达，咱的讲话，有时阵，莫讲上帝无介意咱，人甲人中间，嘛因为某一个缺点，引起人会无介意，引起人会对立。这是上帝为什么听咱？因为伊看咱是伊的囝，上帝有怜悯甲恩典，所以伊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。所以然后这咱看到，耶和华有怜悯的恩典。是有怜悯恩典的上帝，伊无快受气，所以有时阵，咱看到上帝是无快受气，代表伊充满了慈爱，伊不断伫伊受气之前，互咱有机会改变。所以箴言10章第6节讲：对怜悯甲诚实，罪恶得到赎回。对敬畏耶和华就离开迄个歹代，所以了这咱看到，咱若当去到头仔讲的箴言第3章第3节咧讲，把你的暗毛棍刻伫你的心边，所以慈爱甲诚实，把你的暗毛棍刻伫你的心边，就是爱常常提醒咱来活出信仰的信德。信仰的品德，将这个律法内化成做咱生命的一部分，所以无快受气，显出咱是无血气的，咱毋是血气的，真够受气真啊，但是有互人有机会，
了解。伊箴言第3章第5節到第6節咧講，咱做伙來讀這段經文好無？預備，請。你着專心倚靠耶和華，毋通倚靠你家己的教。佇你一切所行的事，攏着認伊，伊要指點你的路。所以，箴言的作者甲咱講，你着專心倚靠，就是你無看別項，你無用別項來取代上帝，專心倚靠，像你開車專心咧看頭前。上帝毋望咱專心倚靠耶和華，專心全意。咱毋通掠家己的教做教，毋通掠家己做地位，看家己贏過上帝。佇人的心中的中間，囡仔時，囡仔攏認為父母講的是對，當然大部分是對啦。總是嘛有一寡父母的行為無妥當。所以，囡仔看父母的行為，伊安怎看就安怎學。所以，我對上阮會驚打佇伊面前，驚打佇伊面前的講話，我攏足細膩，因為伊會學。甚至伊媽媽講啥，伊就對你講一句。一擺，伊身軀洗好，何牧師講：滿子的爸爸，緊的哦，來甲伊拭身軀啊！滿子的爸爸，晚上阮就講：滿子的爸爸，緊來啊！然後何牧師講：世俊，伊就對世俊，世俊毋是咧叫的啦，啊叫爸啦，伊會學啊，伊毋知影。伊的身份愛叫啥？伊媽媽叫啥，伊就學啥，敢若鹦鹉咧吼。所以吼，在伊面前吼，我若牧師當牧師來邊仔，我都甲教。牧師爺爺平安，啊伊就講牧師爺爺平安。迄就是咧甲教。了解，父母的行答行為，佇囡仔面前，攏是伊學習的一個模樣，所以做父母的，咱愛細膩。伊較囡仔的時，伊攏會講老師說，對不對？啊，到伊國中青少年時，攏講啥物？我朋友講。到伊升級大學、高中、大學去的時，伊愈來愈大漢。伊講我感覺安怎講，我認為愛安怎做，吼。所以了解人的。對着伊的年紀的長大，伊愈來愈鍛鍊伊對代志的明白甲判斷，就是這是好的。但是人若想倚靠家己，有時會阻擋人對上帝認捌，人對上帝得到恩典的機會。掠做家己攏知，掠做家己的經驗真可靠。無信任伊的需要，所以人佇個罪中間，攏用家己的方法要超出得到救恩，所以人常常會拒絕耶穌基督救恩。這顯露出人要靠家己的時，就是顯露出人的性命的兩者的本質。兩者的本質就是驕傲。所以，當人的心掠做家己巧的時，人就拒絕聽上帝的聲。有的人佇教會服侍，要搬桌啊，較忝的吼，敢伊足巧的，伊遐毋閃代志，要做小組長要訓練，我較忝的吼，莫互牧師叫着，莫去上課，我趁着。了解有時陣，咱毋知影佇咱的巧的中間。咱卻失落佇對上帝服侍的成就感甲歡喜。佇咱看咱的聖誕節這布置裝塔遮水的時，咱看到牧原長老
甲其他的同工啊，咱的国风执事过来同工，以拜六礼拜穿工作服来八关八家伊遐调这电话，你会感觉讲真辛苦，不过伫整个的服侍中间，上大的成就感是因家己，因家己遮辛苦咧布置装塔遮的忝蒙忝，不过回头看起来，哇！感谢主诶，遮个布置既然是出伫我的手做，你家己有一个成就感。你做小组长，咧带小组咧带无道友信主的时阵，你看到这个人的性命成长，这个人性命改变，这家庭得到祝福，你心内讲哇，感谢主呢！因为上帝互我做小组长的训练，我的服侍，哇，某一忙对无信主甲信主，哇，伊性命、伊面容改变真大。对迄个服侍中间，你会感觉到欢喜，你会感觉到成就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甘心乐意为上帝摆列，上帝就祝福你，阿门。所以有时阵咱毋通靠家己搞，讲啊我闪啊，真够闪吼。阮做兵的讲吼，不打勤不打懒，专打什么？不长眼。所以有时阵咱莫靠家己的搞，家己的巧，咱戆戆做，甘心做，上帝的确祝福咱，阿门。咱家己隔壁讲，咱甘心做，愿意做，上帝祝福咱，预备来。所以了解，以咱的行到服侍中间，咱的确靠上帝。以咱的讲话讲话中间，咱凡是讲造就人的话，咱讲的话吼，爱充满，互人有祝福，有互人有帮助的，阿妹。所以你看社会人，你讲话有无？你讲话时阵，你甲因讲话，有时你对话中有话啊，啊话中佫安那倒口正舌，捌听过无？也做家己巧，家己占三方。其实哦，咱若对人讲话，毋是只真做正面的、鼓励性的、帮助性的，却真做一个尖酸刻薄啊、倒口正舌，这个人吼讲话，毋但无技巧，伊的人际关系一定准歹。所以了解咱看到，真实的时阵，咱也做家己巧，却毋知影。咱已经失去上帝祝福，所以上帝通过真言作者咧，甲咱讲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毋但安尼，上帝来讲，伫你一切所行的事，拢着任意，伊要指点你的路，阿门。那指点你的路就是要甲你讲安怎行啦。就是以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也常常认定上帝是咱的主，伊要指点咱的路，一切所行拢着任意啊！一切所行拢任意啊！就是啊，你要顺从啊，操做上帝的旨意。咱这拜拜的人，因要做一个决定，无一定有把握袂顺，伊拢去庙里啦，去跋杯啦。为什么跋杯？去敲找迄个生命的意思。这拜拜的人，因拜偶像的，因拜甲吼，甲神真的拢爱问神的。所以你捌听过人讲去庙坛去问事无？为什么？因就是要敲找迄个神的旨意。就是假使因着安尼啊，对敬拜咱的上帝，真个我的神。咱万项事都要认定伊啊，所以伫六项的决定的前，万项事一切事拢认定伊，伊要指点你的路，你就爱去敲做上帝的心意。安怎敲做？祈祷，祈祷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你指点我。所以咱的生命准持，若有存着敬畏上帝的心，你就有顺路的态度。所以，
你对上帝的态度显出上帝伫你生命的关度。你对上帝的态度若毋对，上帝你心目中的关度嘛袂介悬。比如讲啊，后尾这礼拜，我穿一拖鞋啊，穿一个啥？我说我来啊，毋是讲穿安尼袂使，伊嘛穿衫，不过伊穿的衫的态度，穿衫的选择，显出上帝伊心中的关度。哇！我今日要做礼拜啊！哦，我无穿去衫度找一束较会看是较水的哦，来做礼拜哦。迄态度，我对上帝迄态度爱对。有一天吼，屏东有一教会啊，一个会友听了牧师安尼讲哦，就走去礼拜煞来问牧师讲：牧师啊，你著讲爱唱礼拜爱正宗爱端庄安尼，要唱对诗较这端庄啊。你知因牧师安尼甲讲，你做节目迄书啦。做节目迄书绝对毋是凊彩的，对不对？你书是是上水的，对不对？衫度是上好看的，穿得出去了哈。牧师讲，你做节目迄书啊，了解。哦，安尼穿每书啊，一当52礼拜拢爱穿迄书，哦，会当加换几束啊啦吼。不过了解，即个牧师要讲的，毋是讲伊做穿每迄书啦。牧师要甲讲的意思是迄态度问题，阿门。所以了解，咱就知影，当咱的生命准前认定伊，咱敬畏伊，咱就学习伊。咱会重新倒到上帝真理的原则，行伫上帝看做对的路，阿门。咱袂掠家己做巧，咱会学习听上帝的声。所以箴言12章第50安尼讲：憨人看家己的路做正直，独智慧人听人口劝。憨人看家己的路做正直啊！独智慧的人听人口劝，了解听人口劝，要有一个愿意听的耳孔。这个世间，真侪人掠家己做巧，拢袂听人的口劝，认口劝做杂念。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会真用人的口劝，真做伊的帮衬。因为迄是伊看袂到的点，迄个口劝真做伊改变进步的真要紧的一个起面 keyword。所以了解，咱有敬虔的生命，咱要学习怎样掠上帝做第一。所以箴言第3章第9节讲，着用你一切财米，你一切起头熟的土产，尊敬耶和华。所以了解，对财米，对一切起头熟的土产来尊敬耶和华。代表讲，当你有好修行的时阵，你第一个受着啥？上帝。伊过去农业时代经济无遐富裕的时，伊拢将上好的第一批出产的农产品去卖了，这钱起来教会做奉献。迄伊继续上好的啊，对不对？伊甲上帝放做伊第一。所以了解咱知影，伊旧约中敬虔的行动甲物质的享受，因放做伙。当因初熟的这土产。因第一个奉献了上帝，显出伊对上帝尊荣。所以历代志下段，希西家王吩咐祭司教士值班，献上平安祭甲烧祭予上帝，并且伫圣殿讹乐上帝。所以了解，因
这祭司利未人，就遵照上帝律法咧行。所以伫历代志下段第3章第5节咧讲，以色列人就带济起头的五角、酒、油、蜜，甲残余一切出来，佮用逐项的米的1/10带真济来，要创啊？献予上帝。尊荣就是把上帝放伫头前，所以毋那是将物件好的献予上帝做尊荣上帝第一步。第二，就是将上帝旨意放伫你的头前。咱看到玛利亚，当伊还未结婚有怀孕时，以后我尊主最大。了解，还未结婚就怀孕，对当时人来讲是犯奸淫的，是一个真严重的罪，只会互人用石头来钉死的。总是伊知影，这个旨意是出于上帝意思。伊安那，伊讲我尊主最大，冒着性命的危险，伊游玩要将伊腹肚内迄个耶稣生落来。为什么？遵上帝旨意。所以，一个无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怎样会冒着性命的危险来生落耶稣？无可能，是因为伊敬畏上帝。咱看到，当咱敬虔的行动甲物质的手术搁做的时阵，咱会愿意尊荣上帝。所以《箴言》第3章第10节讲：安尼，你的职称就要地满满，你的酒窟要有新酒满出来。所以敬虔带来什么？敬虔带来丰收的祝福。所以咱知影，当咱敬虔的时，上帝要百倍丰收给你。你看约伯，伊真袂失去伊的囡仔、伊的财产。就是伊对上帝伊愿起守迄个敬畏。伊过去的财产7,000只羊，3,000只骆驼，1,000只牛，500只驴仔，伊一时间拢无伊啊。就是伊的信心的瓦靠，上帝最后安那赏赐予伊的是加倍。伊原本7,000只。只变14000只羊仔，伊原本3,000只骆驼变6,000只，原本1,000只牛变2,000只，伊原本500只驴仔，伊变1,000只。你看这个甲你讲啥物？这个甲你讲，伫上帝的敬畏生命中间，上帝予的祝福啊，这有存，阿门。所以咱台湾人讲啊，过年我讲年年有春啊，毋是叫你食鱼仔就有春啊，食鱼仔有春鱼骨啊，鱼翅啊，总是年年有余，就是讲啊，年有春。当敬畏上帝时，上帝予你的是你年拢有春。伫咱人生咧行的路转，咱难免拢会失落，咱会迷惑，毋知影后一步要怎行。总是当你有对上帝有信心的时阵，的确明白上帝有美好旨意。你知影你活伫这世间的目的甲意义伫佗。德国有一个真有名的画家，伊叫做亚伯尔丢勒。亚伯尔丢勒。伊是一个真有名的画家，伊甲一个好朋友兄弟啊，讲要去画图，总是伊的家庭的产业无够，互因兄弟去尝试去学画图。伊的小弟甲伊讲：“阿兄，你先去学了，我来学。等你学的时，你需要学费、生活费。”我用我的双手做工课来支持你的需要。等你学成了，功成名就了，就换我来学。伊兄弟就有达成这强项。
总是等于为了功成名就了，倒来到家己故乡，家己小弟讲小弟啊，来换你去学画图，这嘛是你的兴趣。伊的小弟甲伊阿兄讲，甲伊阿兄叶保尔丢了讲阿兄，我这双手因为做工课的关系，已经粗瘪的白，已经手骨拢硬啊，我无法度继续亲像少年人的时，手骨较软来揢画笔来画每一幅图。伊讲不要紧，你学有就好。然后这叶保尔丢了，伊就画双祈祷的手，你捌看过无？祈祷的手，伊用这双手来纪念因小弟牺牲，来完成伊学画的梦想。然后人为什么来画？敢毋是为着荣耀上帝来画？咱的甘霖文的创始者 John Calvin， 伊捌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咱是为了荣光上帝来画。然后保罗嘛讲，因为咱若画是为了主来画。然后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来常常为了主来活。主爱你做啥？地面上好见证。主爱你伫人面前活出信仰的特质。所以咱知影，咱的插花的人，因插一盆花爱开偌济时间。你问讲，哎哟，就礼拜1点钟、2点钟就了啊？何必开这个时间来插这个花呢？你若叫我插花，我嘛会晓插呢。无叫我叫做插花啊。就是这个人为什么安尼？开时间思考、计划，怎样插一盆好花？抒琴的人为什么要弹琴？弹遮好听？因为要荣光上帝。咱看头啊，美林长老咧指挥圣歌队，我嘛会晓指挥呢。我还未读圣言，我嘛会晓指挥呢。我伫舞的时阵无牧师的时阵，阮伫隔壁布地教会卢中明牧师来徛阮的讲台。阮时阵无牧师无圣歌队卢牧师讲，真诶真无人指挥，无你去指挥。讲我较会晓指挥，会啦，你著安尼，吼，硬着头皮去安尼，比了你毋知影牧师嘛？等于厝了留我一块面子等于厝甲我讲，真诶人牧师拍几拍安尼安那比我拢知影咧，你比啥我拢看无咧。牧师嘛甲我讲一句话，讲你好神牛使批啦。对迄点迄个位我毋敢徛去迄毋是凊彩人徛去的呢。然后圣歌队为什么这么认真？咱锻炼一遍过一遍。迄指挥的人为什么爱开真侪时间？伫还未指挥之前，爱去先看谱、熟悉谱，思考要安怎唱，然后指导圣歌队员来用歌声来传释出来，迄首歌会水。迄拢爱开精神呢，对不对？无你叫牧师后礼拜指看卖，保证但牧师会去办公室甲讲，牧师你好神牛使背，我是看无你比啥。然后每一项的动作，每一个服侍中间，拢显出你对上帝的态度。所以今日是大降节的第3主日。咱除了用欢喜的心来迎接迄个庆祝圣诞，更加要紧的是，咱的心内，咱对上帝的态度，显出你的关度。阿们。愿上帝赐阮祝伫咱的中间。
咱即时来念圣诗44首来回应主。OK， 演全首。咱即时咱来讲到第一咱为着下晡的新生命讲座的团队来服侍祈祷。咱为着咱下晡要分享的咱的陈牧师来特别来祈祷，恳求圣神施恩带领伊。咱也为着咱会当顺利选出咱的22届的中职，献上咱的感谢祈祷。咱也为着今暝咱的召开小会的议程来祈祷。咱也为着咱的圣诞节福音时间咱的学青牧区伫25要有一个圣诞的茶会，咱为着这时间来祈祷。咱喊三声主啊，咱参加开声来祈祷，请咱举起咱的手。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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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领受上帝你满满的主啊，主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得到主你的救恩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若敬畏你，互阮态度来献出对主你的关度，愿上帝你施恩带领帮助阮，通过阮的服侍，主献出阮对你敬畏的心。愿主你施恩祝福带领阮，主你帮助阮阮的新生命讲座，互阮的新生命讲座每一个团队主阮重新服侍你来排练来服侍，互阮用听主的心来排练。主你也施恩祝福阮的陈牧师，伫下晡要分享带领这无朋友来决志，愿圣神你高保阮的陈牧师，有主你恩膏的开力，智慧的手术，互伊所分享的，互伊所带来决志，都免充满圣神你的开力。主啊，你也带领阮今暝的小会，阮今暝小会会召开的议程，主啊，凭着上帝你听阮的心，重新来服侍，互阮的所讨论的，拢会当造就人因讲主你。主啊，阮为着圣诞节下青木区、下青木区以及阮的各小组的圣诞节的餐会来祈祷，愿圣神你做工，互阮的这个
圣诞的时间，拢是要互人看见耶稣基督拯救的信息伫阮的中间。愿圣神你使阮多领帮助阮，愿将阮的教会阮的小组长，阮的中级阮的教务团队拢仰望你，愿圣神你使阮多领。是阮听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有得到上帝你的救恩，互阮伫大降节要欢喜迎旨主你降生的纪念的时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心内将上帝放伫阮生命中间上悬的位置，用阮的态度献出对主你敬畏的心。主你使阮祝福阮，互阮会保会新生命工作。主啊，你大大使用阮陈牧师娘。通过伊所带领团队，每一个团队，互阮的团队尽忠服侍，献出阮听主你的心。主啊，你帮助主你的牧陈牧师，伊今日宝的分享，也要带这慕道友的决志。主啊，你圣神的开展大大手术伫阮的陈牧师，互伊所带领的圣神感动。互每一个慕道友，伊今日宝拢要决志，要跟对你，食做你的名道。互伊生命有主圣洁的生命。主你的祝福阮的暗时的小会，互阮的暗时的小会，主你带领，互每一个义人拢要荣光主你的名。主你的使阮祝福阮的圣诞节，陆续有学青、社青，有小组的报道的参会。愿主你大大使用阮每一个人工。互阮每一个人工的服侍就你恩上加恩，你上加力，互阮所做的工拢要荣光主。主，互阮所做的工拢是互世上的灵魂得到主的救恩。愿主你使阮带领天王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奉献，咱请即事来收奉献。咱请客来领受上帝。是阮祝福的上帝，阮只感谢阿拉你，感谢你祝福伫阮属龙工商的顶悬。主求你来保守看顾阮，当阮用信心的奉献来求你，来求你来做阮教会的圣工。主，阮嘛伫遮向你求讨，伫即帮疫情内底有受到伤害、有受到灾害的兄弟，会当得到你的补充，得到你的祝福，得到你的恩典。感谢你，主啊！阮伫遮奉献，安尼恳求、感谢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。阿妹，请坐。祝福车恳第398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被上帝赏赐大福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咱来吟全首。
请欧牧师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福。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、甲保护圣手，愿全你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点恁的面，对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闭会。